咱即马来做伙练习今仔日练手的圣诗，来希望吟诗的时阵，咱嘛恳求圣神甲咱同在，愿上帝感动咱。好，咱即马来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196首，无行歹人道路。我先介绍一下这首诗歌呢，伊的歌词是根据诗篇第1篇来讲。伊安尼写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我罪人的路，嘛无坐5万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尽良风。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伊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就会无。第诗篇119篇，伊嘛安尼教示咱所行完全，伫爱遵趁耶和华律法的，即号人就有福气。这首诗歌就是咧提醒咱，其实上帝呢，就是咱生活中咱福气的源头，咱就爱遵趁伊的话。这是对咱上帝、对咱的信仰真重要一个态度，也是咱得到福气的根基。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无行歹人道路。第二首诗歌是伫圣诗第601首，转灵上帝听我呼叫。第二首诗歌呢，伊是1920年苏联的作品。当时苏联伊当改革，当革命成功，但是呢，伊的人民迄时阵伊的生活是真痛苦的，遭受着共产主义的压迫。以及东正教因的兴起，所以迄时阵基督徒伫遐受到社会甲政治的压迫。伊迄时阵真艰苦，但是伊借着苏联的首民谣来写这首诗歌，恳求上帝会当怜悯伊。第一段的歌词伊就写讲：转灵的上帝，听我呼叫，
阮谦卑迫切来向你求讨。伊无要祈求啥物真奢华的生活，伊当祈求伊地主的生活会当得到主保守。伊已经无想要追求啥物物质的啥物生活，伊只想要平平安安就好。会当看出来当时的情况是真正真可怜，但是因无放弃追求上帝，因为因知伊嘛相信，只有上帝是因平安的瓦靠。当咱唱这首诗歌的时，也愿阮的生活来当祈求得到上帝的保守，无论是拄着风台，还是地动，还是其他的痛苦的所在，咱恳求主带领阮，愿悲伤忧愁会当得到上帝医治，然后愿追求上帝的人会当得到看。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伊嘛安尼鼓励咱。耶稣讲：我用平安留给予恁，我将我用平安赏赐恁。我咧予恁，毋是亲像世间咧予人的款。恁的心着得迫切，嘛无得惊吓。有上帝甲咱伫地，咱就会当得到真正平安。请咱来做伙因这首诗歌转荣上帝，听我后边。请安静，当心内敬拜上帝。奏乐。
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隆重的家，对伊来护命的，叫伊照伊人间的父务，对伊的神用权能，互恁心内勇敬，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仁爱。才会甲隆重的圣道晓悟迄个长、闊、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敌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超卑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三角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196首，196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宾州比拉多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前天早坐伫上天的大屏，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堂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1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14篇。戆人心来讲，无有上帝。上主对天落看世间人。因拢歪错，一概变做有诶。做歹诶人兼拢袂晓得吗？因伫遐大大惊吓。
令互宋香龙的节目变做见效。愿以色列拯救对色暗出。同心来祈祷，上主做王，伊用威严家己称；上主用气力家己称，家己下，世界就坚固，袂摇动。你的宝座对古早建立，对地永远就有。上主啊，大水已经发起，大水已经发出伊的声，大水发起伊的影。上主伫权威有大能力，赢过遐个水的声，以及海里的大影。上主啊，你的干净不止确实，圣洁也伫你的厝到永远。台湾拄经过一个真大的风台，愿上主大能力保守，互大家得到平安。毋过嘛有人得到不幸。伫花莲有一位护士姊妹在咧风台中，下班的时，因厝内的人接伊转去的时，不幸互路边顶楼倒落来的墙跌着，过身。伊的囡仔嘛受重伤，伫咧病院，愿主安慰，也赐医治。上主啊，你有假时，有疼你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有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好好的时。听阮的天父上帝，这是补天的时，这是静静的时，这是疼惜的时，这是好好的时。愿上帝保守、补天台湾，互阮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求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人光的爸，赏赐阮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阮的心目得到光明，互阮知你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你的业伫圣徒中人光的富有到怎样？搁在你的权能伫阮遮个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你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国活，伫天里坐你的大屏，搬过隆重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伫你的，甲一切所呼的名，毋若伫今世。也伫来世，拢搬过远远，搁互万项有降服你的骹下，搁将你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你的身躯，你所充满的，你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嘛互阮三角疼惜，共同面对迄个敌对基督的。现今有出侪敌敌基督的，对安尼，阮知是落尾的时，因对阮出去，独毋是属阮的，因为若是属阮的，就会长到阮伫。因出去是要显明，因拢毋是属阮的。天父上帝，即马嘛是起造的时。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城墙，亲像尼希米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阮要重新起造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住一个所在。阮要重新起造阮的圣殿，日基督的圣殿。上主啊，因为安尼，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唱歌学录你的名。阮要就近你，也亲像外照，起做心灵的厝，
做圣的祭司班，来显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上帝欢喜接纳的，阮诚心拜入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一时，今来以后我，下面我的歌舞，亲像我也有下面歌舞的人。因为高官人人
请做伙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你旧约撒母耳记下卷11章第1节到第15节，伫咧台语圣经338页到339页，记载咧旧约撒母耳记下卷11章第1节到第15节。台语圣经338页到339页。年头列王出阵的时，大辟找约押甲伊的人臣，甲以色列的众人出去，因着太赢阿本人围攻拉巴，大辟犹原踮伫耶路撒冷。有一日要暗的时，大辟对成立起来，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对厝顶看见一个妇人人在洗浴，妇人人生做真水。大辟为着迄个妇人人，就找人去探听。有人讲，伊叫毋是以莲的查某囝，迄人乌利亚的某巴苏巴嘛。大辟找使者去带伊来，伊就来到伊遐。大辟甲伊同房，妇人人清起伊的无清气，就倒去因厝。妇人人怀孕，找人甲大辟讲：“我已经怀孕。”大辟找人到约押遐讲：“你找迄人乌利亚来我遮。”约押就找乌利亚去见大辟。乌利亚已经来到伊遐，大辟问看约押好嘛，百姓好嘛，交战好势嘛。大辟甲乌利亚讲：“你落去伫恁兜洗骹。”乌利亚出王宫以了后，王就送一份食面互伊。总是乌利亚甲伊主人的奴仆三角困伫王宫的门口，无落去因兜。有人甲大辟讲，乌利亚无落去伊的厝。大辟就问乌利亚讲：“你敢毋是对远路来嘛？啥事无落去你的厝啊？你无落去你的家啊？”乌利亚对大辟讲：“约柜甲以色列甲犹大拢踮伫草寮啊！我的主约押甲我的主的奴仆拢扎营伫田野，我兼通倒去我的家啉食，甲我的某三角困嘛。我指你的话，甲你的灵魂的话来咒抓，我决断无要行这个事。”大辟甲乌利亚讲：“你今仔日犹原住遮，明仔载我互你去。”乌利亚就伫迄日甲第二日住伫耶路撒冷。大辟叫乌利亚来，伊就伫伊的面前啉食，伊互伊醉。已经暗，乌利亚出去伊的床里困，甲伊的主遐个奴仆三角做伴，也无落去因兜。过早起，大辟写一张批互约押，托乌利亚的手带去。批内写讲，着派乌利亚伫正前及危急的所在，恁着对伊的后面退来，互伊受拍死。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罪的引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辟王一个遐尔伟大的国王，为什么圣经会记载伊一段的黑历史呢？因为罪就亲像埋伏伫门骹口的野兽，随时在找机会要压制咱。伫创世纪第4章有记载人类第一个杀人案，有一个人名做该隐，咱毋知影为什么伊献祭物的时，上帝无要接纳。有可能伊平常就做歹，嘛有可能伊伫献祭过程无认真。毋过伊不但无检讨家己，
反倒对上帝接纳伊的小弟亚伯的献祭来感觉受气。迄时上帝就对该阮讲：你若行为正直，竟毋是为得到接纳，若无罪伫门口等等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制服。这是圣经第一摆提起罪。上帝形容罪就亲像一只野兽，徛伫门骹口。当该阮做了毋对，罪就随时找机会来拍倒伊、控制伊。但是上帝嘛对爱阮讲，人毋是无可奈何、束手就擒，人会当选择活出上帝吩咐，甲上帝对人的期待，就是去制服罪、去抵挡罪的引诱。这是一个几啊千年前的故事，但是较嘛是咱人生的写实。因为对咱出世到离世，咱拢不断伫甲罪相演。理性上，咱拢仰望会当压制罪，但是一无细腻，咱就会互罪演到。所以罪虽然是一个咱无爱听、无想要听的问题，却是一个咱爱诚实面对的事实，因为伊就是存在，并且无一个人会当躲闪伊。另外，当咱骄傲到认为家己会当去抵挡罪，就有可能会去拄到搁较侪灾难。因为罪袂用恐怖、咱无爱的形式出现，反倒是用咱上爱的一寡的形式来出现。有一寡猎人，因去分享因去树林内掠高山仔的经验。因讲因毋免设陷阱。只要带一罐掺蜜的蜜露，然后将罐拍开，人密起来就好啊。因为无偌久的时间，这好奇的高山仔就一只一只对树仔顶跳落来，开始去试迄个罐仔的滋味。当这高山仔一啖着甜甜，哇，就愈啉愈多，最后拢啉烧酒醉啊，倒伫涂骹。所以这猎人毋免出什么力。就将这高山仔拔起来，等因醒过来，搁安怎叽叽叫，嘛无法度救家己。魔鬼对付咱的诡计嘛是安尼，伊会伫罪的内面掺一寡的好处，互你内心先谈着快乐，然后等你入迷，才将罪恶的锁链套伫你的颔棍仔顶，互你成做伊的奴才。亲像《传道书》第9章12节有讲，人的时家己毋知。亲像鱼不幸互网网着，鸟互罗网撞着，灾厄忽然到的时，世间人陷落迄内面嘛是安尼。所以咱伫任何时间，咱拢爱真细腻，因为伫逆境真艰苦的时，咱非常容易就用罪恶来克服。但是当咱处伫高位，凡事顺利的时，搁较容易失措。因为当咱徛悬啊，咱的心骄傲啊，就想讲罪一定袂来找我。就亲像今仔日的大笔，就是咱的一物件。伫撒母耳下卷11章所记载的大笔，会当讲是伊人生的上高峰。当时的伊已经治理以色列有30年，国家内部是欣欣向荣。那对外，因的军队一出战，拢是必战必胜。所以，伊的国土是上宽阔的时阵，当时的大笔会当讲是如日中天。但是今仔日经文内面的大笔，甲过去咱看到的记载非常的无同。伊无带兵出战，伊嘛无处理内政，伊徛伫伊人生的上高点，嘛徛伫全以色列国土上悬的位置。伊伫遐压落伫遐看规个耶路撒冷。伊对伊家己所有的一切感觉非常非常的满意，但是这嘛是伊上软弱的时阵，因为魔鬼趁机会入来啊。当时伊的军兵是去拍亚扪人，去拍亚扪人是非常简单的任务，但是大笔伊无家己带兵去相战，较将这个任务交予伊的将军约押。这不但显明出大笔内心的骄傲。伊认为伊家己毋免亲自出马，
并且这嘛带落一个真危险的经济，因为大必将伊的将军约押的关系哪饲哪大，大到后日有一天，这个将军就反叛。所以咱看见今仔的经文是大必的军队伫战场相战的时，大必较困到马阿嬷，伊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对厝顶看到一个妇人人在洗浴，妇人人生做真水。所以有的读者读到遮，就为着大必来辩护。哎呀，是迄个妇人人不守妇道，伫无应该洗身躯的所在伫遐洗身躯。但是，即个妇人人敢会当知影王伫什么时阵伫遐看伊洗身躯吗？伊若毋是就逐工一直伫遐洗，等互王随时看见吗？所以问题毋是出伫迄个妇人人，问题是出伫大必。因为即个妇人人是伫伊家己的厝里伫遐洗身躯，大必是徛伫上悬的所在，当然伊一看就看见，并且当伊看见无应该看见的，毋是应该挖开目睭离开厝顶吗？毋过大必毋是安尼，伊继续看，然后就安怎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兄弟姊妹，这毋是讲咱无需要休困，规年365天，一天24小时，拢爱保持境界。人拢需要休困，人拢需要得到身心灵的换新。但是伫灵性上放松的时刻，咱就应该注意，爱将后门锁好好势，若无试探就入来啊！大必看见。就拍开罪恶的开端，所以咱千万毋通想讲我一定会当克服我家己目睭的软症，因为对咱的祖先阿东夏娃就会当知影，妇人人看见迄丛树的果子好食合目，佫会互人有智慧，就真欣赏，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伊的丈夫嘛食，咱看见人是无法度抵挡目睭的引诱，看见就足想要爱的。其实咱家己嘛知，咱的目睭真爱看东看西，然后嘛想东想西。这啊，我想起基甸会，就是本圣经的基甸会因成立的这个目的。伫1898年，有2个生理人。伫因做生理旅行的时，较因为客馆已经客满，所以因2个人原本无熟悉，较互安排住伫同一间房间。其中一位叫做约翰尼克森，伊就开始伫房间内面就开始读圣经，因为伊对19岁开始就答应伊临终的老母，伊每一日拢要读圣经。所以，当伊伫房间内面读圣经的时，另外一位人客撒母耳嘛看见，一看见伊伫读圣经，也表明讲，我嘛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因2个人就做伙祈祷，然后上帝赐予因一个异象，基甸会就安尼成立啊。基甸会一开始成立的目的，是要互伫旅行中间的生理人会当做好的见证，会当为主做见证。因为因知影，为着做生理，因爱离开家庭足久的时间，拄着的、目睭看见的，拢非常的新鲜，当然嘛非常容易，真容易来受到试探。所以基甸会一开始的目的，是为着要激励这生理人会当互相有好的见证。然后基甸会嘛开始伫旅馆内面的房间藏圣经，就是要帮助人。伫拄着软弱、面对试探的时，会当紧紧用上帝的话来做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轻视迄个看的困难。阿东夏娃看见迄个生做真美丽的果子，就是想要变做甲上帝共款，然后就去食上帝禁止的果子。大必看见迄个生做真水的妇人人，伊袂记得家己是一国之君，嘛毋管迄个人是毋是。已经嫁翁啊，是毋是有家庭啊？伊就犯了即个奸淫的罪行。
莫怪圣经定定提醒咱爱注目上帝。亲像诗篇114篇第8节讲：至高的上帝啊，我注目看你，求你保护我，免至到死亡。其实圣经毋若即节，侪圣经拢提醒咱爱注目伫上帝。为什么爱注目伫上帝咧？就是帮助咱会当专心来看上帝，甲袂歪错。就亲像犹太人的服装有一个安尼的一个功能。伫犹太人的衫仔顶悬有安尼一条的线的物件，一条手的物件，这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上帝吩咐因讲，着世世代代伫衫间做手，搁伫手的顶面滴一条蓝色的幼带。这个手是要互恁看到，会记得遵行上帝的命令，则免恁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致到恁对我不忠。安尼，恁才会记得实行我所有的命令，分别做神归恁的上帝。犹太人会伫衫的边仔来添一条的手，蓝色的手，所以因看这条手，当因看到这条手，就想起上帝的命令，就互因专心袂摇错。当然，新约时代的咱，毋免伫服装的顶面有任何的限制规定。但是咱需要就是每一天去看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来帮助咱、提醒咱，毋免去拄着试探甲引诱。为什么爱遐尔认真？因为罪是活的，伊毋是死的。罪会一步一步引诱咱行往迄个灭亡。但比即个看见的罪，进一步互伊有动作啊！伊找人去探听即个妇女人的身份。所以罗伯转来真有技巧，加上一个小小的警告。罗伯甲王并回报讲：伊是以莲的查某囝，赫人乌利亚的某拔示巴。这罗伯伊毋若甲代笔讲即个妇女的名叫做拔示巴，并且嘛交代讲伊是有婚姻、有家庭的哦。更较重要的是，伫遮有写落乌利亚的名，有可能代笔嘛捌即个乌利亚，所以这罗伯转来真有技巧，伫遐暗示讲：王啊，伊是你军队内面一个叫做乌利亚的人的某哦。所以咱看见罗伯伫遮暗示国王讲：王啊，你若想要进一步，请你再三考虑。但是代笔的罪已经互伊无法度理性思考，伊接续找使者去将拔示巴带来，甲伊三角困，并且就伫代笔知影拔示巴有心了后，佫毋愿意负起责任，找人去约押遐，爱约押将乌利亚来派转来见伊，伊暗算要将拔示巴巴倒来囡仔杀互乌利亚。但是咱看见乌利亚是一个忠诚的人，当伊来见代笔王，代笔王伫遐假情假意，爱乌利亚转去厝里，甲伊的太太做伙享受国王送的礼物。但是乌利亚拒绝，伊讲约柜、甲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踮伫报病，我的主约押甲王的部下拢伫野外扎营，我哪通倒去厝里啉食，甲我的某同房？我指你的性命就抓，我绝对无要做即款代志。乌利亚认为国家有难，伫战争的中间，因哪会当转去伊的厝里，家己伫遐享受咧？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提醒。有时咱伫犯罪以后，懊恼、反悔，佫会怪上帝，讲上帝你哪无及时来阻止我咧？但是咱看伫代笔犯罪过程，上帝有出声阻止。第一，上帝照着迄个罗卜阻止伊；第二，上帝照着乌利亚的喙提到约柜。约柜是啥？约柜是上帝命令，表示上帝同在。上帝照着乌利亚的敬虔甲忠诚，提醒代笔即个国王，你着爱谨守诫命。但是咱看见迄当时的代笔已经互罪牵得行。所以耳孔听袂见，目睭看袂见，伊继续行灭亡。
所以人无法度啊，就安怎哪来哪行往罪恶的结局？代表无法度，只好出第二招，就是请乌利亚食饭，然后将伊灌互水，看乌利亚敢会失去迄个控制力，转去处理。但是无想到乌利亚忠诚到伊无转去处理，伊甲其他的奴仆做伙伫遐困。所以两摆咱看见，大必动用两摆奸巧的手段，用人的方法，想要来暗藏家己的罪行。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敢若无啥气氛呢？因为咱犯罪了后的反应嘛是安尼，好人好人，搁再好人，白贼话白贼话，搁较侪白贼话。但是安尼结局是啥？罪上加罪，永远无法度对罪恶中来脱离。所以最后，大必写一张批互约押，拖乌利亚带去，批内面写，就派乌利亚去前线上危险的所在，然后恁拢撤退，互伊战死，非常残忍，毋是吗？乌利亚亲手带着一张会互家己死亡的批，转去见伊的将军。遐尔啊忠诚的一个人，最后死伫大必的命令的下面。所以这段经文内面，大必甲乌利亚是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大必是以色列人的王，乌利亚是归顺犹太人的一个外邦小卒仔。大必生长伫有上帝律法的环境的内面，乌利亚却是真正伫尊敬上帝、顺坦上帝命令的人。一个当年请引入，即个将约柜引入耶路撒冷的大必，甲犯着约柜内面10条诫内面的几啊条的诫命，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贪利的厝边的某。咱看见罪就亲像烂地，互大必哪含哪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境界。当咱处伫罪恶的深坑，较毋愿意承认，嘛毋愿意放手的时，要停落来就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咱离开迄个会吸引咱犯罪的物件，哪远哪好。亲像真侪人陷落伫色情的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即马网络太过方便，点一寡画面就出来啊，然后就吸引咱哪点哪做。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根本莫点入去看。当咱开始有迄个犯罪想法的时，紧去找其他的代志来做，比如看册、看圣经，甲人开讲拢好。千万毋通互罪有一点仔芳会当撞入来。但是，若亲像大必已经犯罪的人，是要安怎咧？今仔日经文咱无读12章，毋过咱会当转去看12章。咱伫12章的中间看见上帝怜悯甲上帝疼是非常的大。大必为着安藏家己的罪。最摆切派，用切派安尼动作来达成家己的目的。但是上帝嘛非常奇妙，上帝嘛切派先知拿单，并且照着拿单讲的一个故事来，互大必看见家己的罪。即摆大必有听，面对上帝的审判，伊伫上帝面前认罪，我得罪上主啊！伊伫第一时间转向上帝认罪悔改。虽然伊知影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伊伫犯罪中间生囡仔会死。伊家己虽然会当继续治理以色列，毋过对打了后，刀剑永远袂离开伊的厝，这是上帝对伊的审判。大必知影这个，但是伊无反抗，伊顺服。所以上帝嘛照着先知的嘴讲出下面的话：上主已经除去你的罪，你袂到死。大必伫认罪了后，又写诗篇51篇。透过这首诗篇，咱看见伊真正是真深伫遐的反省。
第151篇第1到第20讲，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罪，洗清我的罪恶。大卫知影伊无法度去躲闪嘛，伊无法度去模糊焦点啊，所以伊承认家己的罪，并且愿意负责任，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伊家己的罪，然后恳求上帝的怜悯甲赦免。第30到第40，咱看见大卫伊承认即个罪的严重性。伊讲：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我得罪你，我得罪是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的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大卫不但承认家己的罪，伊的罪是伤害即个乌利亚夫妇，并且伊嘛深知伊真正得罪是啥？是上帝。所以伊承认上帝的审判是公义，是显明公义的上帝。伊对上帝予伊的审判嘛无任何辩解。第三，咱看见大卫恳求上帝搁一摆恢复伊。第10到11节有写：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真侪犯罪的人对以后就自暴自弃，但是大卫毋是安尼，大卫采取积极的行动，伊求上帝恢复伊，求上帝毋通收回甲伊的同在。兄弟姊妹，面对罪，咱拢想讲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袂犯罪，但是毋是安尼，咱看见大卫一个互上帝遐尔喜爱一个人，总是伊嘛犯罪啊。但是伊伫犯罪了后，伫先知提醒伊了后，伊是破开伊的内心，诚实来面对伊家己的罪。因为上帝爱是啥？痛悔的心灵。上帝爱的这是是忧伤的神，上帝爱的是咱会当伫伊的面前来拼空家己，拍开家己痛悔的心灵。所以，当咱认罪无到迄个忧伤痛悔的程度，就表示咱认罪要无够硬。但是，嘛搁一摆提醒，伫经历赦免了后，咱嘛爱放落咱的罪恶感，互上帝恩典继续带咱向前行。亲像大卫呼求上帝，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这是啥？就是咱第一摆谈到主恩的滋味，迄种的喜乐。兄弟姊妹，你敢会记你第一届有试着主恩典的迄个滋味，是迄种的喜乐吗？伫遮讲，当咱认罪悔改，咱会搁一届来体会到第一届咱互主来摸着咱第一届甲主相拄的迄种的喜乐。上帝会当完全赦免咱人的罪，这是咱人无法度想的，因为咱的软弱。咱对迄个得罪咱的人，咱无法度做到完全的赦免，所以咱嘛认为讲上帝伊做袂到。但是上帝话不断伫圣经内面提醒咱，伊甲人是无共款的，伊是全能的上帝，伊超越人的想象。只要咱来到伊的面前，承认面对咱家己的罪，忧伤痛悔，就亲像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有讲。咱若承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是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来认家己的罪，并且恳求上帝，互咱带着全新的一个心，继续来倚靠伊，来行头前的路。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要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阮的罪有时阮家己也毋知影，阮得罪你，总是阮的罪确实得罪你。主恳求你赦免阮，毋若赦免阮得罪人的罪，也赦免阮得罪你的罪。
恳求你帮助阮，时刻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忧伤痛悔，帮助阮真正会当甲世间遮的罪恶去因阮的物件来隔离。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仰望你，互阮无去看阮遮的会互阮犯罪的遮的代志。主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互阮有气力来抵挡遮罪恶的引诱，帮助阮每一日有你的话成做阮的提醒。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遍。上帝的行罪，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的行罪，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以弗所书3章20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01首。601首，请起立。请坐。奉献建堂奉献，请早新长老、蔡淑芬长老、曾庆仁长老来负责奉献。奉献请贵干执事、秀娥执事、宁怡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看周报241页。消息报告：8月初4，礼拜日上午9点30分要举行父亲节联合礼拜。咱即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互咱做伙来祈祷。咱也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互咱看见即届的咱的风台造成中南部真大的损害，东部嘛是真大的损害。咱恳求主的怜悯，嘛为着真济受难或者的同胞的家庭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淑芳、燕纯、齐云来祈祷，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丁友兄、林水长老。招荣兄、慧玲姐、明珠姐、白长老娘、阿卡姐、邓妈妈、道明兄、顺行兄、张老师、龚基姐、陈其宏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来祈祷，咱开嘴为着这个事来祈祷。水的中间，恳求你帮赞，互因紧紧会来清理因的教园，主啊，恳求你保守人心，就要真实就对，为着遐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求你感动。全能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行为你，就因为阮看到这个风、这个雨是阮无法度控制的时，阮伫你的面前搁较摇摇喘，因为阮是遐尔啊微细，微细到阮虽然阮有遐尔啊发达的科技，总是阮无法度来控制这个天气。主，阮恳求你帮赞，互阮经历伫遐尔大的风暴了后，互阮搁较会晓来谦卑来祈求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同胞来祈祷。伫中南部有真大的损伤，也有真侪人因的厝里伫淹水。主，恳求你帮赞，互人会当紧紧来清气因的家园，也帮助人的心会当来安稳。主，恳求你也保守遮的同胞，互因会当得到适当的帮赞，互阮有气力的人会当来伸手来帮助因，也为着因祈祷。主，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会当伫即个世代真变动的时，互阮会当坚调对你的信仰，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信心。虽然阮会拄着真大的困难，总是互阮会当定睛仰望你，因为阮知当阮仰望你的时，主，你要成做阮的气力，成做阮的引带，自然这问题就袂伫头前在困扰阮。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这怀孕的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甲因腹肚内的囡仔，互这囡仔会当平安健康成长，也互这姊妹有健康的身躯来准备来生产，也为着真侪有生生儿的这家庭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这个新手爸爸妈妈，互因有智慧，会当来养饲因的细囝。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祈祷。
做兄弟姊妹经历伫病院、住院、伫厝里疗养，主恳求你保守帮助因，互因有对你来的信心甲医治，保守因甲因的家庭，会当伫即段真艰难的时刻经历你的医治。主恳求你看顾，主也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伫暑假期间，阮拢有真济的计划，主恳求你保守阮，也互阮拢会当平安，也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会当定睛仰望你，会当群缀你。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